好，这个囡仔互人虐待死亡的案件，双北市的卫生局拢讲无接到社会局的通知，毋则会无派囡仔的专职医生。即卖真侪人是拢真受气，有医生建议讲，这针对高风险个案，应该要有强制力，配合单位也要不时去甲访视。民团也呼吁政府爱随解决，头前的人毋则会当做代志。一回查甫囡仔互儿母虐待死亡的事件，互社会惊吓。外界除了批评是好联名转介问题，对于双北卫生局拢无接到社会局通知，煞毋知影指派幼儿专职医师也引起计划闹高级级的声音，社情卫生敢是连气。它的出发点是以健康和医疗为主啦。当时其实中央在这一部分还没有特别明确的界定完整的流程是什么，或者是说收案的对象是什么啦。幼儿专职医师制度为民国109年部分县市推动试办，112年11月起全台踏入适用3岁以下幼儿。收案方式有2种，包括医师自行收案、甲指定收案对象，包括脆弱家庭、发展资源、未成年因产妇等，由地方社会局提供名单予卫生局佮媒合幼儿专职医师来收案照顾，不过计划并无有法律的强制性。儿虐家暴那个需要强制性，没去打预防注射，大概也很难去罚什么，所以这个需要透过通报系统，透过更绵密的转介系统来完成这件事。高风险的案件或者重大伤病的案件，1年都要1次，顶多2次的访视，应该要会同各方面，比如说会同社会局、卫生局、警察局跟医疗人员一起去访视。医师也建议，针对高风险个案，应该有强制力，配合各单位无定期访视。李冠明点出第一线人员的困境，即马针对儿童出养进程案例的法官约佮分散，无规范政府主管机关甲民间团体的权责划分，针对居家托育人员的访视机制，爱采取无有各访视各体权访视并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